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消息。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11天，哪力白全台湾总动员，徛路口拜票，车队扫街，密集咧造势拼选票。 我在台北2024，我挺2号赖萧佩。亚洲版赵民众大清朝竞选总部今日透早召开记者会，预计明仔载伫咧全台湾1000个以上的路口徛出来有选票，嘛公布选前10天的规划。明天的早上7点半，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候选人会站在南京东路4段。 跟敦化北路的路口，除了徛路口，伫野茂理财场造势活动，同时规划扫车行程，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拢出动。罗清德一位屏东上北，小美琴是为新北路坛拼选战。路口向各位恳托的。 是由我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登记第5号的游淑慧。同一天，国民党嘛伫咧路口冲选前，总统候选人侯友宜、虽然立委候选人林国春、叶冠之伫咧邦桥路口，向路口的车含行进争取支持，那含家囝徛前线。所落来，国民党的预计会伫咧全台湾1139个路口摆票。那侯友宜、朱立伦、马英九含蒋万安拢会徛出来助选。 民众党候选人郭文田、黄欣平今日透早开始进行全台湾扫街，对不时亲戚、甲支持者握手翕相，甲天道尾10分钟。民众党启动车队扫街冒切票。郭文田今日透早为新北新庄出发，黄欣平是直接为高雄出发，一路往北。选战特别高，每一党都弥漫伫咧拼热切，无希望失去一张选票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